言8章17节这样说：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；恳切寻求我的，必寻得见。在这待降主日，感谢主为我们降生，卑微为人。我们要来到主的宝座前，寻求神的心意，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主心意向我显明。主啊，我愿触动你心弦。主啊，我愿触动你心弦。全心讨你喜悦，我要举起双手，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握住我的手，就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匍匐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。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要举起双手，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握住我的手，就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要举起双手，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。全心讨你喜悦，握住我的手，就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路加福音1章46节这样说：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蒙福感恩的待降主日，让我们与神同在开始。让我们一起从祷告开始，献上感谢赞美的祭。让我们天上的父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源头，随时的帮助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一起来祷告。
爸父神，恳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过，帮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。慈爱的天父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你爱我们胜过世上万物，愿意使我们与你和好，赏赐独生爱子，将这白白的恩典赏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的灵更多的充满我们，使我的心向你柔软，常常回转寻求你，更多降服于你，顺服于你。愿你的光时常照亮我，更愿我能常常用祷告亲近你，因着信心就领受你够用的恩典。感谢天父垂听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接下来我们要为信的亲友、幸福小组的贝斯特，愿意将圣诞节的时间预留下来，与我们一起参与温馨的圣诞月相关的活动，体会救恩的盼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充满信实、慈爱、怜悯的主。温馨的圣诞夜，这是主你来到世上的目的。我们相信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充满信实、慈爱、怜悯的主。主啊，你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拯救世人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也爱我们未信的家人，及我们所有幸福小组的贝斯特。主，我们抓住主你对我们的应许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我们来为我们祝福未信的家人及所有的幸福小组的贝斯特，能够从黑暗转向光明，使他们成为主你的儿女。求你延续我们前几周感恩聚会以及幸福小组中的感动，似乎我们所邀请的未信家人或是亲友幸福小组的贝斯特，借着我们提前的邀请，释放他们的时间，挪去一切的拦阻，使他们能够持续将心向神敞开，接受我们的邀请，将圣诞节的时间预留下来，参加教会的圣诞聚会，感受救主耶稣为我们降生的意义。求主也在每场聚会当中触摸他们的心，求主的灵更多的充满，使每一位参与的心都向你柔软顺服，使他们被主得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愿触动你心弦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要举起双手，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。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握住我的手，求夺我心灵，完全属于你。愿触动你心弦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来向神宣告，愿神的心我要举起双手，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。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握住我的手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牧者团队、长子同工、区长、小组长的灵命增长、服事配搭，蒙神喜悦。愿神的计划成就在团队同工身上，使富强教会成为一个荣神益人、福音广传的教会。一起来祷告。
感谢主，牧师是神所爱，又是神所拣选的。主，你看你自己的仆人为宝为尊，在这个世代要来完成神你的计划，为我们的牧者献上诚心的感恩祷告，愿神的计划成就在我们的牧者身上。求主祝福你的仆人，圣灵高油高抹在他们身上，主必保守他们脱离试探凶恶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并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，牧养训练教会。求主保守我们的牧师团队，在忙碌的侍奉中靠主有安息。求主将更多祷告的恩典加添在你的仆人身上，有更多的时间聆听神你的声音，领受从主直接来的启示。求主将顾心教会的，求主顾心我们教会的长职、同工、小组长、信徒，成为牧师最好的同工，以祷告、实际行动来支持牧师，彼此有美好的配搭，同心合意，希望主使富强教会成为荣神益人、福音广传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将事隐瞒，乃神的荣耀；将事查清，乃君王的荣耀。这时候要邀请大家来为台湾的政府祷告，求神祝福我们的首长能将事查清，有从神来的智慧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为我们的首长能善用权柄，为政府能及时修正策略上的错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呼求从上头来的神的智慧充满在每位政府首长和民代的心思里，使他们心中一切假冒和偏见都能除去，满有灵敏，能够做出合神真理的决定，也为政府中一切敌对的真理、拦阻福音广传的法令和施政悔改，求主大能借力改变施政风向，带领政府的法令和施政能归向主，在各样的局势中能够做正确的判断，辨别是非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求主帮助我们的政府能勇于承认各样的政策法令和行政上的错误，并及时归正。求主帮助我们的总统和在位者能够按着神的正义使用权柄，叫台湾的居民得益处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起立，让我们举起双手，降服于主面前，讨神喜悦，愿神触动我们的心弦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举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胸怀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我愿主到你心弦，全心到你喜悦。我要举起双手，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。我愿主到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握住我的手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相近，我的心里要向你敬拜，我要再次将我的主权全然交托神，全能我心意向我求你心意
你心血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要举起双手，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。
名里歌唱，赞美主的伟大。神啊，感谢你创造。